政论作家范潮11月初因为心血管疾病过身，伊食到68岁。伊在生时是真关心台湾的民主政治、台海的关系，也有世界局势。伊嘛提倡以台湾做主体的台湾学。昨昏有一场对属伊的茶会，伊的真侪好朋友拢有到位。 政论作家范潮一生出版真侪册，嘛关注台湾的民主政治、台海关系和世界情势，提倡以台湾做主体的台湾学，认为民主自由才是咱伫列强之间的求生之道。范潮11月初6因为心血管疾病过身，食到68岁。企业家周兴成、出版业董事长郑金和等等百多位好朋友拢来到范潮的追思会。就像范教授先说的，台湾就是让中共将来后中国的中国有一丝丝希望的话，就在我们的政治制度上有给他可以模仿，可以给他效仿有民主制度啊。所以今天范畴先走了，我很钦佩他一个学哲学的人啊，他写的书、写的文章啊，所谈的话，其实都充满了一个哲学家这种关怀、热情。 严谨，这个洞见。在对书会的过程，参与的发言拢充满对台湾前途的烦恼和思考。对书会主办单位之一的周刊发言人牛永红，伊讲11月初要搁咧和范潮食饭讨论国内的大选情势，想袂到无几日啊，人就走啊。伊嘛希望台湾会当走向范潮理想的现代公民社会，建构一个现代公民社会，追求自主幸福，保卫自己国家。 是范畴念之在之的目标。我更期待和在场所有的朋友继续努力，让我们一起及早建设台湾成一个真正进步的现代公民社会。联关乌兴学院院长沈碧阳嘛来参加对书会，伊指出范潮的主张一直拢真强调敌我意识，这是面对台海冲突的时上要紧的代志。 范潮留予台湾的资产，就是经过伊的文章和册，解破中国的角色，互台湾人了解。伊嘛认为台湾的民主自由是咱的骄傲。记者卢尚如、曾顺尧台北报道。